度，态度，态度的话就是咧讲态度，就是咧讲回馈，就是咧讲回馈。所以你之间在温情，温情就是感恩，一定爱回馈，因为咱毋是家己大汉的，咱是用所有的资源互你大汉的，所以咱一定爱回馈社会，回馈咱的父母亲，回馈真正我需要的、有需要我的资源的人。所以，当咱真正咱的愈来咱内心愈单纯、愈朴的话流露出来愈真的时阵，咱会愈想要回馈。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不会当成没看到，因为过意不去。你的意内底有意，所以你的意里面是有意的。你的意里面是有意的，所以我看到了，我不能假装没看到，因为我过意不去，因为我有意，所以我看袂过，我才来牺牲付出。我爱讲话无，因为你有心，我是，所以那个回馈就是要回馈的。所以有些人因为大家都一样咱来看这个。咱们小谢谢。去去人家。爸，我到台北再打电话给你。我先走。看见，接我。我以前你也和我讲过你的。出发是为了什么？会看到那个更大的世界。出发的那一刻的时候，我是幸运的，因为在你背后，永远有支持你的力量。
咱借用即个当中，就是咧讲，真内底一定有一段足辛苦的过程，咱较有即摆的成果。咱有用的资源内底有成业，有时大人的成业，用的内底伊有时大人的青春，用的内底有时大人的精神，时大人的资源，所有一切。拢缀于一度，缀于后代的成长，所以内底当中一定爱温，一定爱道，温一定爱道。所以温要道当中，第一就是叫做诚以利来回报，用利来回报，因为相对的，父母亲第一项就是互咱利，咱靠我讲。伊的付出的过程，伊嘛要做一心，所以第一先用以利回报。当这个利咧回馈当中，当咱的心，咱的情愈真，回馈愈到位，愈真情，愈热心，愈慎重，愈细致。咱咧回馈当中会愈长，咱咧回馈整个规个。我虽然想回馈，可是我想的角度会比较什么？会较务实，会较务实，会较有，会较注意，安尼。所以你会较有，会较注意相对的情形下，拢爱注意到对方的感觉。拢爱注意到对方，伊是毋是会有啥物起无好的习惯，还是对方当中因为我的付出，伫遐内底会当得到真好，互人的回应的时阵，我爱去注意到即种的感受。所以咱的心当然愈有，咱的心愈真愈单纯的时阵，咱的回馈当中就会越什么，真内底会愈注意。所以毋是讲我买物件互人，安尼我就是对你足好咯。所以讲，你若要接受，这是你的不应该的，错了。爱将回馈来当成是我们的责任，所以以利用尽，知识是学出来，能力是练出来，境界是修出来。所以一个人当中要有利，爱透过个知识、能力和境界，若无的话。咱甲要谋生就咱拄仔有讲过，知识和能力就是咧讲专业，和能力，若境界就是咧讲内在。所以对专业到经历到关系这三项融合做伙，咱较有可能有利用。咱较会较模式模式就是为了要回馈。安尼模式就是为了要回馈，所以咱要生存落来，爱有为了是几项的。咱若家己个生存袂落来，免怎回馈？为什么生存袂落来？重点就会，咱的专业有问题，咱的能力有问题，咱的关系的境界、内心世界有问题。安尼所以这个就是咱要思考的物件，所以知识加能力和境界叫做本事，叫做本事。即摆的社会足欠人才呢，真正的人才就是爱有名即啥。毋过能力好的足济，知识好的嘛足济，毋过要有境界的丰富一个安全感的人足少。所以真正这三项叫较侪人才，若无就是人才。所以若真正是人才的话当中，若安尼的话，今仔日要用力来谋生有困难无？无困难。当然你有利以后当中自然而然，咱内心阁有地位相对自然的保护，自然就会保全啦，所以28年11月，教育部长吴清基伫天下杂志甲咱讲一句话啦，
伊讲呢，文凭不代表着学历、能力，更无代表着实力。你去中边啊，